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市政府设立着特色的注射站。那伫这个美术馆来注射，就会当欣赏到艺术品。啊，那考照音乐图书馆的注射站，更加来邀请到钢琴家甲大提琴家来表演，互乡亲去注预防车，都袂输是去听音乐会同款。为着互民众会使伫舒适的环境注疫苗，台南市政府特别规划有特色的注射站，安排伫美术馆、博物馆等等的所在。25号就伫考照音乐图书馆注射，现场阁特别放送台湾流行音乐创作家考照的小介，希望互来注疫苗的民众会使了解台南的历史文化。其实，文化的软实力是台南的强项。我们只是想说。这个施打疫苗本来是很单纯严肃的事情，但是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加一点特色会更好，我们觉得其实也是很好，所以我们陆续还会推出很多特色的施打站。另外，市府嘛安排音乐表演，后来注疫苗的民众拢讲，敢若是来参加音乐会同款，真舒适，互原本真紧张的心情拢无去。来这边的时候，我觉得怎么环境那么舒服，然后打从一到那个大门的时候，就感觉上人缘非常的好，好像是真的来这边听音乐，很舒服，还有音乐可以听，然后整个环境也都很棒。虽然全国的疫情警戒已经自今仔日开始自3级降到2级，不过也是做好防疫措施。若是有符合资格的民众，嘛要赶紧去注疫苗。